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伫公开活动发表谈话 ，Trump 批评巴拿马运河的过路非常贵啊。Trump 放调讲，巴拿马若唔减收费用，就要甲运河控制权收倒转来。另外，Trump 阁讲，美国干那查甫甲查某这两种性别。Trump 就任了后，就会随甲跨性别者赶出军队甲校园。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咧亚利桑那州防洪省的公开活动讲，巴拿马运河当初是美国起的，要将送互巴拿马，不过巴拿马无份赔给，对美国的船收正关的通行费。除非巴拿马政府降低通行费，若无伊上任了，将会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You got to treat us fairly, and they haven't treated us fairly. If the principles, both moral and legal, of this magnanimous gesture of giving are not followed, then we will demand that the Panama Canal be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full, quickly, and without question. 巴拿马运河全长82公里，通过中美洲的地界。美国伫1914年起好。美国前总统卡特1977年签条约，同意巴拿马伫1999年摕到完整的控制权。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上大客户，每年大约有3%的货物通过这个运河。中国是第二大客户。川普日前伫伊的社群媒体发文，批评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船卡油，也批评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愈来愈增加。按考试讲。运河控制权和派人提起，也拿巴拿马总统穆尼诺也反驳川普的话，伊强调巴拿马的主权未让步。El canal no tiene control directo o indirecto ni de China, ni de la Comunidad Europea, ni de Estados Unidos o de cualquier otra potencia. 川普伫咧2日这场活动，除了讲巴拿马运河的话题，也强调明年1月20伊上任的第一天。就会签行政命令来结束美国军队甲校方的跨性别乱象。同时也讲，杜兴伫这边总统大选，互伊迄日诚济，所以暗示讲，杜兴可能会让继续留伫咧美国的市场。Billions of views,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views. They brought me a chart, and it was a record, and it was so beautiful to see. And as I looked at it, I said. Maybe we got to keep this sucker around a little while, you know. 另外，川普也讲，伊会赶紧甲各国总统普京见面，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也将会重新甲北美上悬的山号名。因那英国金融时报2日报道讲，川普也计划伫咧伊就职这天，就和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